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11月1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8篇第1节到第7节，约书亚记第8章30节到35节，启示录第9章13节到2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规范或不受规范。现在年轻人很喜欢跟所谓的规定相反的走，就有点像约拿一样，跟上帝的旨意呢走相反的方向。但是我们知道，规范是一个团体、一个教会当中重要的一个方向。如果没有规范的话，就会造成混乱。但是如果有规范、有诫命、有法条，却完全没有执行的意愿和行动，就会更乱。这也是为什么上帝要交给摩西诫命的一个目的，也是为什么上帝要求约书亚以及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遵行的目的。圣经约书亚记第8章30节到35节这样说道：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筑了一座坛，是按照上主的仆人摩西所指示以色列人的方式铸造的。摩西的法律书记载，要用未经铁器凿过的整块石头铸造祭坛，他们在上面献烧化祭给上主，也献平安祭。在那里当着以色列面前，约书亚把摩西所写的律法重新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人和他们的长老们、长官、审判官以及寄居在他们当中的外侨分成2队，站在上主的约柜两边，面对着抬约柜的利未人祭司，一半的人对着基利心山，一半的人对着以巴路山。上主的仆人摩西曾吩咐他们，当他们接受祝福的时候要这样做。于是约书亚照着法律书上所写的，大声宣读整部法律，包括祝福和咒诅。摩西诫命中的每一条，约书亚在全民的聚会中都宣读了。这些人中包括妇女、儿童和寄居在他们当中的外侨。以色列人他们透过筑坛献祭，表达了对上帝的忠心。不但如此，更要依据摩西的法律书上记明的方式来处理。遵行上帝的诫命是蒙恩的人基本的要求。圣经记载了约书亚将摩西的律法在以色列人面前重新的刻写在石头上，并作为献祭之物，借以表达遵守的决志还有意愿。遵行实践上帝的规范是蒙恩得救的人最重要的生命表现，否则的话，石头上的律法就成了艺术品，再多的律法书也只成了白纸上的印刷品或手抄本。如果以色列人背全部的律法，却不去实践，那么就如同是雅各书所说的，就是死的。
就会远离上帝的救恩。不但如此，更会遭受到上帝末后的审判。今天启示录的经文接续昨天的经文，谈到天使们的吹号。第6个天使一吹号，我听见有声音从上帝面前那金坛的4角发出。这声音是对吹号的第6个天使说：“把那关在幼发拉底大河4个天使放出来。”那4个天使就被释放了。他们早就被安排好，要在此年、此月、此日、此时杀灭全人类1/3。我听说骑兵队的数目有2亿，在异象中我看见了那些马和骑兵，骑兵的护胸甲红的像火，蓝的像蓝宝石，黄的像硫磺，马的头像狮子的头，从他们口中有火、烟和硫磺喷出来。人类1/3被马口中所喷出的火、烟和硫磺3样灾害所杀灭。马的能力就在他们的口中和尾巴上。他们的尾巴像蛇，上面有头，他们就是用这头来伤害人。其余没有在这些灾害中被杀的人，仍然不悔改，不抛弃他们亲手所造的偶像。他们照常拜魔鬼和金、银、铜、石、木所造的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的东西。他们犯了凶杀、邪术、淫乱、偷窃等罪行，也没有悔改。虽然每个人在末后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使徒信经也提到，耶稣基督在末后要成为那审判者。如果马太福音25章所说的，到时候呢，审判将会将所有的人都分为山羊跟绵羊作为区别，领受不同的祝福或是处罚。法利赛人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前天的经文马太福音15章也这样说到，有几个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问他，为什么你的门徒不遵守我们祖先的传统？他们吃饭以前并没有按规矩来洗手。耶稣回答，为什么你们为着遵守传统，却违背上帝的命令呢？上帝说要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须处死。你们偏偏说，要是有人对父母说，我已经把奉养你们的当供物献给上帝了，他就用不着孝敬父母。你们拿传统来抵消上帝的话，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所发的预言是那么的正确。他说，上帝这样说，这人民用唇舌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竟把人的规律当作我的命令，他们敬拜我都是徒然。基督徒在生活上，在信仰上，在教会生活中，社会政治上，我们都要成为一位谨守法律的好公民、好基督徒，让上帝在最终的时候称赞我们。诗篇78篇第1节到第7节，我的人民啊，我要听我的教诲，
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我要用比喻说明，我要用预言揭开历史的奥秘，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事。我们不向子民隐瞒这些事，却要向下一代说明上主的美德、全能和一切奇妙的作为。他颁法律给雅各的后裔，他赐诫命给以色列人民。他命令我们的祖宗要把他法律传给子孙，好使后代学习，再传给他们的子子孙孙。这样，他们也会信靠上帝，不忘记他的作为，永远遵守他的诫命。求主帮助我们确实的实践遵行上帝的诫命。我们在规范当中愿意受规范，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荣主圣名。谦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在这也再度的为雨杰祷告，求主你帮助他度过这个危险期，让他能够得到主你的医治，让他可以快快的复原。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